我本身是在9月份的时候开始使用这个 Chakra Spa， 使用后除了它有让人很舒服的香气之外呢，它也是有很冰凉的感受，那个水的感觉会更加的清凉，它的那个味道是很舒服的，使用后可以睡得更有深层、更有深度的感觉。再来说的话呢，我整个人亮一点。再来说说内在的感觉吧，我感受得到自己能量的磁场的提升，打开了我的思维方式，工作上、感情上停滞没有前进的一些事情有更多的突破，突然间会有更多新的想法，这个应该是能量的转换吧。我都会很期待一天的结束，用这个 Chakra Spa 去做一个完结，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好放松，可以好很轻松的入睡。我觉得如果你本身还没有使用过这个产品的话，不妨试一试，它的 CP 值是很高的。